大家好，今日隨師介紹做豬腳薑醋。我需要大約1100個 gram 老薑，沖洗乾淨佢嗰啲皮有好多泥嘅，用一把細嘅刀嘅刀背咁嚟刮佢啲皮。刮咗之後，揾水沖洗乾淨嗰啲皮，揾張紙抹乾佢，擺落個濾器裏邊嚟到等佢去乾啲水。我擺啲薑喺個濾器個裏邊吹咗2個鐘頭。如果佢係大頭嘅話，你就切一切開佢，跟住揼鬆個嚿薑，其都係咁做。燒熱個 pan 中火，擺啲薑入去炒佢6分鐘。而家6分鐘之後，我擺入1茶羹油，1/3茶羹鹽，較中小火繼續炒佢10分鐘，或係至到嗰啲薑炒到乾身為止。薑濕係會發毛嘅。大煲放入4支600個 ml 嘅八珍甜醋，擺入200個 ml 黑醋，係酸醋嚟嘅。蓋面，大火煮滾佢。煲薑醋最好係用瓦煲、玻璃煲同埋不鏽鋼煲。見佢滾啦，擺入炒乾咗嘅薑塊，蓋面煮滾佢。見佢滾啦，較小火煮佢2個鐘頭。而家煮咗2個鐘頭後，關火焗佢1晚。到第2日啦，一隻豬手排豬腳，沖洗乾淨，用紙嚟到抹乾佢。佢有啲毛，揾啲火燒咗佢啲毛佢。煲滾1煲水，擺入3片薑、4茶羹紹興酒。嗰啲豬腳我已經斬件佢嘅啦，放入去，冚蓋煮滾佢。見佢滾啦，較中小火煮佢20分鐘。20分鐘後，攞嗰啲豬腳倒出嚟，沖洗乾淨佢，跟住揾張紙抹乾佢。抹乾咗嗰啲豬腳塊，擺入嗰啲薑醋裏邊，大火煮滾佢。見佢滾啦，較佢小火煮佢大約1小時30分，跟住就熄火焗佢1晚。而家係第3日啦，5隻雞蛋沖洗下佢，跟住揾水浸過啲蛋，擺入1/3茶羹鹽，醃佢15分鐘。浸咗15分鐘之後，再洗乾淨啲蛋，擺入凍水，要遮蓋個蛋面，擺入1茶羹鹽，係幫助如果個蛋係裂嘅話，等嗰啲蛋白唔會流出嚟。開中大火煮滾佢，煮嘅期間用對筷子不停咁轉動嗰啲雞蛋，令嗰啲蛋黃停喺中間嗰度。我就係咁樣嚟轉動嗰啲蛋。我而家見佢滾起啦，較佢最小火，冚蓋，煮佢10分鐘，因為我要愛佢全熟。而家10分鐘後熄火，攞啲蛋出嚟，擺喺啲凍水裏邊。如果啲水唔夠凍，要擺啲冰喺裏邊嘅，等佢攤凍到完全凍晒先至剝殼。而家啲蛋凍咗啦，我剝殼，咁敲下佢，容易啲嚟剝殼。將啲雞蛋擺落嗰啲豬腳薑醋裏邊，大火煮滾佢，煮滾咗之後較小火煮佢1小時，冚蓋。
煮蛋嘅期間要揾筷子，久唔久喐動個蛋，頂嗰啲蛋全部上色㗎。而家1個鐘頭後啦，熄火。保存方法：每星期起碼要煮滾佢1-2次，等佢唔好變壞。豬腳乾醋已經做好咗啦，好多謝收睇，希望你鍾意食，下次再見啦。